后来乡亲啊，即摆假投资诈骗的案件是愈来愈多。刑事局上新的统计，为去年到今发生490件，财务的损失超过1亿。像这件就是诈骗集团假造财经的主持人吴瑞涵的名义，来诱拐着民众加入名册私密的社团，来煽动人投资。台中一个小姐就安尼哄骗60万。除了吴瑞涵之外，出名的作家吴淡如、理财的专家罗燕丽，拢曾经互诈骗集团偷用名去共诈骗。这警方特别来提醒，若要加入到投资的社团，就要看粉丝专业、卖账的专业，是毋是有下当认证的迄种蓝勾勾。若是甲你讲真好赚、保证赚、稳赚袂了的迄种的拢唔通相信，无迄种代志。谈退休理财轻松上手，主持理财论坛，吹水真好。伊是知名财经主持人吴瑞涵，常常伫咧社群顶悬分享伊理财小撇步，严格诈骗集团煞看准伊人气真悬，冒充伊的名义来诈骗。诈骗集团冒用吴瑞涵的相片成立假投资社团，甚至超过8,000个人加入来。其中一个48岁姓林的女会计，因为红洗脑讲保证趁钱未了，今年正月到2月先后汇款60万了后，对方甲讲利润30万已经赚到，想要甲钱领倒转来，煞互封锁。林小姐才发现讲哄骗去60万全部放水流。我实在是有点忍不住了。那些的影片、那些的照片、那些等等，都是我本人。没错，但是因为他们窃取了。严格假造是名册诈骗案是愈来愈多，出名作家吴淡如、主持人吴美人、理财专家罗燕丽拢是受害者。这个诈骗集团以得到投资情报组名义，伫咧名册顶悬一直咧买广告，爱民众加入私人的群组，结果一直推销买股吸现金。真的不要去参加这些奇怪的群组，去买奇怪的股票，因此参加了假的群组，被骗了2000万。2月28到3月17日啊，假投资诈骗有490件损失有1亿7000多万。他绝对不会主动邀请你加入好友，也不会叫你加入LINE，这绝对是诈骗。这款假投资诈骗关键字拢是报酬率悬，或者是保证得到利益。民众伫咧加入社团进前，买当看卖是毋是有属于名册拿色的记号，确定对方到底是真还是假。较免咧想要投资，刷卡辛苦钱拢赔了了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